欢迎收听12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圣诞欢乐颂。在圣诞欢乐颂当中，让我们经历了什么值得感恩更要感恩的事呢？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分享中献上感恩。尼希米记13章28到31节。神爱世人，世人却不爱神，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。玩具总动员里的三眼怪们，他们是来自神秘披萨星球的外星人。三眼怪呢，是由3只，同时每一只都有3个眼睛的，被称为三眼怪或叫小绿人。他们来自神秘的披萨星球，他们是外星人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们认识了巴斯这一群安地的玩具们。因着在这过程中突发的意外，弹头先生救了他们的性命，所以他们将弹头先生视为救命恩人。最常对他说的就是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而且常常说的频率是达到弹头先生听了就觉得好烦哦，不要再讲了。但是这三眼怪们还是会对他说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回到了这个玩具主人的家，安迪的家。就在那里认识了弹头太太。他们在那里，弹头太太非常喜欢三眼怪们，竟然要收他们为干儿子。哇，弹头先生可以想象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哦。但是三眼怪们真的就将弹头夫妇当作父母般尊敬，又继续的对着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因着拯救人对那个救命恩人或对他人的帮助拯救会有感恩的回应。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，博士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也是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。马太福音2章10到11节这样说，他们看见那颗星，真是欢欣快乐。他们进了屋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朝拜这孩子，然后打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等礼物献给他。这感恩的行动是来自于博士们看见那天有异象的那颗星啊，他们大大的欢喜，因为就他们的经验、他们的知识、他们的背景来说，他们知道救世主已经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于是他们就追随那颗星，来到了一个房子的上头，停住，他们跟到那里面，看见小小婴孩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然后就在那里打开了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等礼物献给他。因为拯救世人带来平安的基督救世主如今也已降生。圣诞节期中我们可以回应的是，就是在这当中献上感恩。根据马太福音2章11节的记载，博士们他带给耶稣3个著名的礼物。其实这在旧约里面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，还反映出来他们前来献上感恩、献上敬拜的对象是谁。诗篇72篇讲到黄金是代表王室，所以以黄金为礼物，确认耶稣是万王之王。出埃及记30章34节说，乳香与敬拜上帝有关，所以以乳香为礼物呢，是表达耶稣是上帝。而根据出埃及记30章22到25节的记载，用没药膏抹人具有特殊的目的，而耶稣第一次接受没药为礼物，竟是在他诞生的时候，而最后一次是在他被钉十字架，还有被埋葬的时候。这讲到了耶稣他诞生、他降生的一个特殊目的，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，
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罪，而且之后呢还要复活，向死亡夸胜。当我们看见这些礼物被记载在圣经文本上，而我们今天又读到了这一个尼希米记的时候，真的是献上感恩的时候。因为耶稣的降生让世人知道我们是有拯救的，以一个非常具体具象，一个活生生道成肉身的人来到人世间，是要叫人真实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和拯救不是空虚的。就好像在尼希米记当中，我们今天读到了最后一段经文，从这个尼希米记的13章开始，28到31节就很清楚的讲到了，当尼希米从一开始到如今，真的就是在努力的献上感恩。他的献上感恩，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，是在那个人们犯罪落入黑暗当中，他献上感恩，他向上帝来感恩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有应许，于是他抓住这应许，他领受这应许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他继续献上感恩，不仅是修复了那外在的城墙，更是要在其中继续修复人的内心。然而当他回到书珊城再一次回来的时候，虽然人总是真的就在那软弱当中，在限制里面，然而他继续献上感恩，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而今天这一段最后的经文，他说，于是我洁净了人民，使他们离开一切外族的东西。我为祭司和利未人制定规例，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。我也安排好，要人民按期把献祭用的柴以及出熟的五谷和水果带来。他这一切所做的，不就是在献上感恩吗？感恩是因为知道能够做到的不是靠自己而已，而是有一位从那个巨大，从那个大有能力的上帝，除了自己以外，那个大有能力的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其中，我们献上感恩。其实我们深深的知道，没有人在世上是能够独自生存，是许多的人祝福帮助，更是这位创造主，这位源头，他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所以在这里献上感恩的同时，尼希米他再一次说到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：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着你的美意纪念我所做的这一切事。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是要献上感恩，而在这感恩当中，他有领受更多。当我们在这圣诞节期当中，有许多人透过圣诞欢乐颂得到了许多的礼物，有许多人透过圣诞的这个节期，有许多的体会到人的爱，体会到温暖，体会到更深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让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，也让我们有能力来献上感恩。在尼希米记里面最后说到的，就是要人献上感恩，为我们所经历到一切的恩典，包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走出来，进入到光明中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、祝福还有爱，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献上感恩。而且不仅如此哦，尼希米还为他能够做到的献上感恩，为我所能够给予的祝福献上感恩，为我能够给予的能力献上感恩。因为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上帝这位造物主，他创造你的时候，已经把这最好的礼物献给你，就在你的生命中。博士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给耶稣，因为这救恩临到他的生命里，他就好像三眼怪一样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
带着这样的情怀，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，我们怎能不喜乐呢？在今天，思谦牧师也要邀请大家，不是献上这些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给耶稣的时候，也在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什么是我能够献上，而且它即将成为我的感恩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，真的就是恩典，是白白得来的，甚至不是我们配得，但你却给我们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主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有耶稣。耶稣为我们降生，更是为我们死，更是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知道你胜过死亡的权势，在天地万物之间，我们已经拥有最值得我们献上感恩的对象，也为我们自己所能给予的祝福献上感恩。好像尼西米一样，他在那个时代竭尽全力的来回应，来献上感恩，因为他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，你是大而可畏，你又是能够形成万事的上帝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为今天所能献上的，我们为今天我们彼此纪念的，主，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这个祷告也是来自于你的恩典，我们更是为此献上感恩，也让我们的感恩化作真实的行动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来见证感恩会带来更多的感恩，因为你是让人的生命不断有创意、创造力，不断多而又多、新而又新的神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那个感恩的心情、感恩的能力、感恩的视野，在主耶稣里面赏赐给你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